快光辉，今天说到北里头了，阿萨里也好，为人做一米到多，其中要一到了，第二一点了，我这边我啥，一路赶快到了，一定要到我眼里，我起来，一定要在一路过啥，你到了，来，就，李健，你看，唱。明天说在北路上了，阿张的野猫，魏延川，你那边，来，走，你呢？